陈玉哥哥，白莲，你找我？没有啊。不过陈玉哥哥来了也好，帮我看看这画。陈玉哥哥，公主，你在做何？哦，我今天早上发簪丢了，我来找找是不是在相爷的房间里。公主，发簪丢了，何须自己亲自动手？我会叫家仆去找。你看，手都脏了。我不找了，相爷要是见到还我就是了。你是叫凤芝吧？哎，衣服洗好了，也晾好了。真的啊？谢谢欧阳大夫了。那衣服也洗好了，也晾好了，你来找我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凤芝妹妹太过操劳，所以来帮你了嘛。真的啊？啊？那谢谢欧阳大夫了。哦，这些边边角角，整个屋子要反复擦2遍哦。谢谢了。凤芝妹妹，哥哥帮你呢，当然是心甘情愿。可妹妹能不能跟哥哥聊聊天啊？要不然我实在是太寂寥了。好吧，那你要聊什么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咱们就聊聊这个福音公主吧。比如，她有什么过往呀、特点呀？啊，我问这个呢，当然是方便日后给她看病嘛。那能聊的也太多了吧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咱们慢慢聊啊。哎，打扫去啊！啊，打扫打扫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福音公主食量可大了。有多大呀？打扫。她一顿饺子可以吃100个。100个饺子啊？我都只能吃98个。你也不是凡人啊你！我的天啊，太夸张了吧！老大，你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欧阳大夫来套我的话，我可是滴水不漏，而且我还让他帮我干了2天的活。
真的滴水不漏？那是当然的。福音公主的生平，我可是倒背如流。别看这凤芝妹妹外表天真无邪，但实际嘴还是挺严的。不过我做暗桩多年，论聪明才智上，那还是我略胜一筹啊。切正题。相爷，我调查出了许多的重要信息，不过简单总结下就是，此福音公主她就是真的福音公主。不可能，欧阳，你的推测有误。哎，相爷，这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有何证据证明我的推测有误啊？你也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推测有差错呀。今天凤芝妹妹无意间向我吐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只要此人一出，那绝对可以证明你我的推测到底谁对谁错。相爷，要不然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你说的人是？此人名曰赵怀安，乃是福音公主秘密情人是也。相爷，我看元宵在即，要不然我们就在府内办个灯会，到时候请他一来便知了。这个灯谜可真有意思，大上啊？那是什么？你看，他就是赵怀安。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嘛。幸会幸会。这些日子承蒙相爷和公主关照，为表感激之情，今日白莲以取为报，各位见笑了。妙啊！是啊，这个形式也美啊！太好了！白莲，你的琴技又进步了。多谢陈玉哥哥。公主驾到！把那扇取下去吧。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大家继续赏灯，不必在意我。眼压了。久雨初晴，手还真是巧呢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公主为了心爱的小情人，精心打扮了一番。瞧瞧，日子一派胡言。他今日都不知道赵怀安会过来。这个也有趣，可能这就叫心有灵犀吧。也是打扮。忘记了是吧？这么公主一向仙姿玉貌，今日更是闭月羞花。那这是猜什么呢？要不然就是在水上。相爷今日也是卓尔不群，这灯会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吧？只要公主开心便好。太傅来了，我们去招呼一下吧。知道了。公主，那便先失陪了。老大，要不我们去看花灯吧？公主，你看这个灯，这个灯还挺好看。少公子，许久未见。公主，你看那个灯，他们情人相见，笑容满面啊！相爷，准备收法吧。
你是？赵某是你的小甜甜，甜到你心里边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你离开我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甜。相爷，他们相谈甚欢啊。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？缺点你。哎，牵手了，牵手了，相爷牵手了。什么脏东西啊！公主，这人有毛病。受罚吧。你哪来的脏东西，对我动手动脚，我都不耐烦了。他赵某，赵某，而且还对你动手动脚的。哎，该不会他就是那个赵怀安吧？赵怀安，你是说福音公主的秘密情人赵怀安？这下完了，我刚才那哪像对情人的态度啊？若是被他察觉了，他再嘴碎宣扬出去，那任务不就泡汤了吗？哎，老大你别灰心，灯会不还没结束吗？咱们三思而后行，一定会想到办法挽回的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，那日在醉春楼，花魁对陈玉施了不少招数，应该有值得借鉴的地方。赵公子，公主那边有请。待陈玉醒来，花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眨眼睛。眨眼睛？怎么眨？就是那种面部抽筋，同时好像眼睛里面有卡进虫子的那种眨法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明明就是真情人，刚才只碍于周围人太多了，才有所收敛的。所以相爷，那金子一边去！胡说！他这明明就是在跟赵怀安逢场作戏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罢了。真的吗？可这也做得太真了吧？眨完眼睛过后，他用一种很奇特的声音对陈玉说话。如何奇特？就是那种音调很高，就像我掐住犯人脖子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声音。公子，我在这儿呢。怀安兄，公主叫我安安。夹子音啊，相爷。人家好想你呀。啊，真的吗？最后，花魁用拳头攻击了陈玉的胸口。公子，讨厌。这会不会太凶狠了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看陈玉也不疼啊。而且他后来的确是理睬这个花魁了。可惜。小天又上手了，太假了。相爷，相爷，别急，别急。哎，人呢？是不是一起回房间了？哎，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公主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我可以回去照顾公主啊。大可不必，我们改日再约。哎，公主，改日，那就是明日呀。公主果然还是喜欢我的。
阳大夫，相爷。哎呦我天啊！所以我和妹妹便轮番照顾，以表忠心。这就怪了，你们是孪生姐妹，这名字也不应该一样吧？其实我们是没有听清楚。我呢叫凤芷，她才是凤芝。这下全明白了。那你们姐妹二人齐心照顾公主，你们俩这种赤诚之心啊，实在叫人感动。欧阳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相爷慢走，慢走哈。这相爷也不太聪明哈，还不都怪你？怎么能怪我呢？凤芷，竟然有2个人啊！哪有什么凤芷啊？分明就是凤芝和易了容的假公主。相爷的意思是，公主，相爷，一起用膳吧。说。相爷，昨日夜色已深，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今日阳光明媚，我竟依旧分辨不出这孪生姐妹的分别，实在是妙哉，妙哉！来人呐，这是陈某特意为二人准备的衣裳。这碧玉色的是凤芝的，取自芝兰玉树；这乳白色的是凤芷的，取自兰芷之室。谢谢相爷。哎，公主呢？我见她还未用膳，怎么人却不见了？哦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这凤芷怎么又没回来？我去叫。哎，怎能劳烦公主呢？我去。岂敢劳烦相爷，我去叫。凤芝啊，记得把衣服换了。还是想看凤芝和凤芷在一起。对了，
忘记嘱咐凤旨把衣裳换了。公主稍作休息，陈某去就回。相爷，两个姑娘家换衣服，相爷一个男人去了不合适吧？哦，说的你是。那我去让白莲去。哎，还是我去吧，我去快一点。公主，确定？确定啊，反正我也不饿。一会儿叫公。既然还约我去竹林幽会，赵兄，这么晚了来我府上，是所谓何事啊？没事没事。赵兄，你是？想不到公主竟然背着你家夫君在竹林里与另一个男子幽会，你就不想解释一下？我幽会我的，有什么好跟你解释的？你，又是你！